嗨，大家好，我是探评叔，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胡适走势又是让金融消费者揪心的一天又是流血的一天呢。指数继续神奇一般的稳住了，没动。昨天是走了个升微，今天它居然没有动，体现出一个稳字。但是散户是在流血。A 股三大指数今日震荡整理，截至收盘沪指平盘报收，你说神奇不神奇？收报3369.98点，这个叫数字语言盘面语言，似乎预示着就是让你走吧。深圳指跌 0.43%， 创业板跌 0.33%这些都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成交量，现在只有 1.26 万亿，再这么跌下去就已经进入1万亿区间了，跟昨天相比又缩量2000亿。个股方面涨跌差不多，一半涨一半跌，但是这一次和昨天是一样的，又是银行股、中字头的、利工其他的所有的什么热门股，什么 AI、算力、海洋经济等等都在下跌也就是说你节后春节以后，如果你赚了钱的，炒人工智能、炒科技股的，如果没有及时收手，现在恐怕是在赔钱的虽然你曾经恐怕赚了 10%、20%， 甚至 30%， 就是因为下车晚了，想赚最后一个铜板，现在下不了车了，已经在琢磨着这个怎么解套了为什么呢今天这个主力是净流出将近400亿，卖出的都是这些科技股、AI、算力、深海经济也就是前期的热门股今天有两个这个关于科技股不太好的消息。第一个就是这阿里的那个蔡崇信他对媒体说那意思就是算力过剩，算力这个赛道投资太多具体他说的是国内还是美国还是美西方还是全球咱也不知道，总之他的意思就是算力过剩，那有点这个叫算力大跃进的意思。恰恰这个高盛他也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3月24号高盛分析师团队下调机架级 AI 服务器什么销量预测，2025年及2025年预计出货量分别从 3.1 万台和6万台下调至 1.9 万台和 5.5 万台，总之就是下降不看好。是这一调整主要源于产品过渡期影响以及什么供需不确定性。高盛认为，虽然2025年第二季度针对什么斯里兰卡地区的 ODM 什么供应链来说，什么是强劲的季度，但是高盛对全年出货量持更为保守的态度。高盛相应下调了很多就是 ODM 工厂供应链的这个目标价，降幅在 7% 到 21% 之间，也就是高盛开始唱空人工智能正好跟那个阿里的蔡崇信两人调子是一样。这阿里前一阵子不是吹的杭州6小龙吗？阿里投了3000多亿投什么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才1个月怎么调子就变了呢？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咱们最近这1个月咱们多多少少受这个港股恒生科技股的影响。这个原因咱们也说过了主要是因为特朗普神助攻，特朗普这个导致美股一个大幅度的回调，那就有很多这个资本他没有办法就溢出他就全球找资产，多多少少有一些钱就配置到叫中国资产。那中国资产最好的地方，它一个当然是那个美股的中概股，纳斯达克中概股，这他们数也方便，交易也方便。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港股，所以港股的恒生科技股走的还看上去像牛市主要受这个资金影响。还有内地的一些私募他不看好胡适，他们怎么成立了私募，然后跑到去炒港股、恒生科技股。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炒小米他们看好小米。那受这个港股恒生科技股的影响胡适跟着后面从3000反正到了3400点嘛，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恒生科技股在暴跌我们看今天好像截至收盘，恒生科技股是跌了4个点有人说这是因为小米把那个恒生科技股带崩了。小米不是要增发吗？增发好像上1000亿吧，应该是400多亿人民币冻结的资金说要上1000亿，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因为应该是上个星期我在节目里面也介绍了，这个美银
证券呢，不是发出了预警吗？说港股会遭受2015年那样的暴跌，恐怕很多人呢让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港股今天这个下跌啊，那当然对沪市有直接影响。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现在啊，你从资金面看，为什么现在是1.2万亿？就我一直强调啊，就是因为那些先知先觉的资金，人家已经跑了，现在已经撤出来观望，因为现在风险非常大，随时有可能要暴跌啊。让你再看一看什么叫3000点保卫战，这个成交量实际上就是反映这个资金面，对吧？反映大家情绪。如果说这个沪市啊没有风险啊，这个3300就是它的底线，那资金是不会出来的，还会在里面继续搏杀。你看现在资金，对吧？从1.8万亿、2万亿一直在降到现在1.2万亿，成交量是不会骗人的，不好骗人。所以说还在沪市搏杀的人啊，小心暴跌啊！最近这个沪市的上涨，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是叫做东升西落，表面上看是像啊，就是咱们这个指数啊在升，美西方对吧，指数在落，也就主要是美股啊，所以大家说叫东升西落。当然这个更多的我认为是一种调侃。这个新浪证券报道啊，说这个吴小球称本轮资产就是上涨啊是恢复性，叫不认可资本市场东升西落，这一轮上涨是恢复性。吴小球说啊，他是在这个3月25号，也就是今天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面对目前啊大家都认为是中国资产重估，对吧，引起了这个咱们沪市的上涨。吴小球他的意思是不是东升西落？吴小球表示啊，他说中国资产重估的重要支撑是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信心既是消费者的信心，也是投资者的信心，也是企业家和市场主体的信心。信心是最重要的，信心来源于完善的法治，大家心中没有那块石头，就充满了信心。他特别指出，希望远洋捕捞的行为不再发生。第二，未来改革的重点一定要有和谐的外部环境。他说，如果这2条能够做到，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了信心。他进一步阐述啊，中国资本市场和资产重估也会在这样的基础上走得更加顺畅。他认为是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说到信心啊，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现在搞的这个消费贷是信心吗？这个吴小球也说了啊，信心来源于完善的法治，然后大家心中啊没有那块石头，就充满了信心。那块石头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著名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呢，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凭感觉嘛，没有完善的法治。这个吴小球啊说的比较委婉。这个有网友啊担心啊，以后机器人普及以后啊，是不是大家这不就更难找工作了吗？岗位更少了吗？大家都没工作，都失业，那你说社保怎么办？那缺口不是更大吗？这个证券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他这个文章指出啊，他意思是机器人税是降低失业率的社会策略之一。文章指出啊，他说总结关于机器人税林林总总的提议，实践与前景啊，有2点尤其值得强调：一，机器人是否具备纳税主体资格，这是机器人税能否成立的核心法律难题；二，关于机器人税的讨论，在我国总体上呈现出一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氛围，这种氛围急需尽快改变。机器人带来的失业潮头看似在远方，但即使从未来短暂的3至5年的时间看，也已经迫在眉睫。机器人产业的进展靠的主要是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和政策导向，而解决因机器人产业大规模兴起所造成的失业潮，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机器人税作为应对失业潮的社会策略之一，值得有关部门研究落实。说起来让人听着反正挺紧张的啊，连机器人都要交税，机器人税实际上这个东西啊，我认为要换个角度去看。换什么角度呢？你如期啊给那些使用机器人的这些企业加税收税，对吧？你本来你这个企业是要招100个人的，你现在搞50个机器人在那干活，没有人了。专家意思就是你这机器人要交税，你如期啊让这些用机器人的企业多交税，就是这个为机器人交税啊，你不如啊你给那些正在使用人工的单位，你给他减税。这个思路比较简单啊，也就是企业在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企业要赚钱，任何投资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对吧？我贷款1000万，我办企业，我不是来做慈善的，我要赚钱，我要为我那1000万我要还上。现在这个市场环境这么差，地缘政治也这么差，消费这么不景气，本来人家就不敢投资，那我现在投资，我要为我这1000万负责，那我就
我肯定是想办法要降低成本的。哎，这个时候我用机器人，你说机器人还多交税，那我怎么降成本呢？我成本降不下来，我这赔钱，那我自己承担得起吗？这不就变成老赖了吗？那这样的话，谁愿意去创业？谁愿意去搞投资？那不就更没有工作岗位吗？所以说啊，你如其让这些人，你用了机器人降成本的人，你又给人家加税，那不就加成本吗？你还不如给那些正在用人的单位企业，你给人家减税，企业主动的在降成本，对吧？你得配合企业降成本，想办法为它降成本铺路。有的企业还大量的在招人，给人提供岗位，那你应该给他降成本，大家都要降成本，政府要过苦日子，政府不要老想着从企业那儿把钱收到大头那儿去，那不是浪费掉了吗？所以这个思路还是个错误的思路。机器人的大面积使用啊，实际上它也是为人类创造社会，创造财富啊，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的负担，对吧？这个你企业大量的用了这个机器人，导致企业利润上升，这不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吗？无非这个利润怎么分配，对吧？以前我们是这个利润都给了大头，大头把这利润拿去了，不知干了啥，没有产生好的效应啊，变成无效投资，对吧？变成那个广场上的仿真椰子树啊，变成老干部疗养中心。这问题是在这儿，如果大头把这些财富拿去对那些用人多的单位进行补贴啊，对那些失业的人多补贴啊，这个社会和谐得多啊。最近在无锡搞了一个马拉松啊，据说这个本来地方政府辛辛苦苦想通过举办这个马拉松提高一下城市的知名度，带动一下当地的经济。现在各个地方都流行干这个各个城市都想方设法的搞这个马拉松，这个好像是个产业一样。但是无锡这次马拉松与往常的马拉松好像不太一样，这一次充满了什么香艳气氛，甚至它影响到了资本市场。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无锡马拉松比赛期间，一对举止亲密的男女被拍到后引发外界热议。视频中男子年龄较大，而女子看起来很年轻。在相关视频传播后，有人指认称男选手是远观软件名誉董事长陈立浩，相关讨论也开始蔓延至古巴中。那个视频大家自己可以找着看其实我觉得这个叫一言难尽。首先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状态，什么身份，没人知道，很有可能群众就喜欢吃这样的瓜，所以他火了。我看这个男的年纪大，他也没有那个范增的年纪大嘛，他也没有张纪中的年纪大呀，也没有王石年纪大吧，或者差不多。这个女子年轻，那跟范增那个新媳妇，跟王石老婆，还跟那个什么张纪中老婆，这不也差不多吗？怎么就那么喜欢吃这瓜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身份未定，到底是什么关系？说不定人家是夫妻关系呢，或者这两人都单身，虽然不是夫妻，那又有多大问题呢？但是他有人把这个跟着上市公司董事长给他这个结合起来通过人脸识别结果导致这个上市公司股价在下跌。这个上市公司被迫连夜澄清说我们董事长可没有参加这个马拉松正在什么广东出差。这典型的就是谣言。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济学家李稻葵他好像跑到英国去开个什么会，他还对比了一下英国和中国我觉得李稻葵很有意思他上一次跑到越南去，对吧？对比了一下越南跟中国，和后来呢他那个视频他就被删掉了，很有可能有关部门认为他比出了问题。这次他跑到英国开会，好像是他又进行对比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了些啥，大家看视频。绝大部分的英国的这些精英人士都认为，英国应该或者说必须跟中国合作，跟中国的合作中他们才能够发展。他们充满了焦虑，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民主制度不一定是唯一的，不信他们基督教的国家也能够成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你也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英国的政策正在变，从过去几年对中国比较担忧、比较敌视，到现在逐步转向对中国比较的务实或者友好。我这次来英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这种苗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英国剑桥大学。那这个楼和这个草地以前是大名鼎鼎的英国的犹太的金融家罗斯柴尔德的家族所建的房子。大概在10几年前，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的后裔把这个房子捐出来给了剑桥大学的下面的克莱尔学院，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克莱尔学院的校产。今天呢，我们是开了一天的会，这个会呢主要是谈英国跟中国的关系，方方面面的，有搞人工智能的，有搞文学的，
也有搞经济的、搞贸易的、搞投资的专家，也有来自于政府的方方面面的学者，开了一整天的会。我觉得这个信息量非常大。我给大家总结就是2句话。第一呢，绝大部分的英国的这些精英人士都认为英国应该或者说必须跟中国合作，跟中国的合作中他们才能够发展其实私下的2位中国的搞计算机的学者跟我讲说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确实现在是非常领先了，英国必须跟中国合作，包括剑桥大学这样子的计算机领域非常领先的人工智能的这些研究也不能说是最顶尖的，也必须跟中国合作。那么更不用说在其他领域，在贸易领域等等领域也必须跟中国合作。他们说此时此刻英国好几个大学正濒临破产，必须增加中国的留学生。第二，他们充满了焦虑。有一位学者是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类学家，他总结得很好。他说现在英国跟中国合作主要的焦虑来自于3条。第一条，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式的这些民主制度不一定是唯一的，他们觉得这是很沮丧。第二，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成功证明不信他们基督教的国家也能够成功。他们一直认为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他说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第三呢，他说呢，以前英国认为我们搞自由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你们中国搞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你也能成功，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挑战。所以他们说这3大挑战是一种生存式的挑战，就像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挑战一样。那么讨论非常的热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英国过去500年总的来讲你没有犯过重大的战略方向性的错误总是能跟着时代的不断的变化。那么现在你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心，能够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些挑战，也更能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很多机遇总的来讲，我觉得英国正在调整它的观点。英国的政策调整一般来讲比西方要早半拍。英国在战略方面的整个的考量一般来讲是引领西方社会的，所以我认为英国的政策正在变，从过去几年对中国比较担忧、比较敌视，到现在逐步转向对中国比较的务实或者友好。我觉得我这次来英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这种苗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朋友们关注。这个李稻葵总结出英国发展3大焦虑，这个是一家之言也就是大家参考，这是他的观点。我觉得欧洲确实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现在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很优越，但是对前景呢，我至少可以说各有各的担忧。就是大国现在遇到现实的困难，这个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对吧？好像没有什么信心，这也是客观现实但是你要这么一看的话，你发现欧洲好像他也没有信心。如果说咱们认为未来是人工智能科技，但是这些好像欧洲已经真的是落后了，这都不在考虑之列连印度对吧，人家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在人工智能这一块大显身手但是似乎欧洲好像还在吃老本吃工业社会那个老本，确实有这种给人感觉不光是英国，也不光是欧洲，连日韩都有这样的担忧也就是说这些工业文明，你看正好嘛，除了美国之外都是 G7 国家就是这些工业国或许正是因为它过去的工业太成功了，对吧？一旦一个东西太成功了，时间长了反而成为枷锁，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这个打破这个枷锁，对吧？无论是新能源还是人工智能，总之你感觉他们似乎的缺点啥都不赶趟也就是说各有各的焦虑。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和他的老朋友加藤老师，随着加藤老师被以偷税漏税，对吧？以这种形式重新返回到这个人们的视线之中。现在这个加藤粉呢也是很分裂一部分加藤粉那还是在为加藤在洗地，认为对加藤也进行要辩证的看加藤老师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呢，舆论这个战线上做的事情呢都是对的。偷税漏税虽然错误，但那个自由国家去惩罚的还是认不清加藤的本质。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开始系统的批判加藤，开始刨加藤的坟，把加藤以往的这些言论呢都翻出来，尤其是跟偷税漏税相关的，也就是让加藤自己抽自己达到一种鞭尸的效果。有人就翻出了加藤老师7年前发的微博。7年前有个空姐叫李小航，当时他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是不是就网购带货就涉及到了偷税漏税。那是2018年10月份，司马南老师马上写了一篇微博，但是媒体有报道然后他就转发了媒体的报道，然后说他说转发一篇牢骚文章，
可能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是加州老师写的。偷逃税款8万元，被判有期徒刑3年。有人为这个女子鸣不平，说她有点冤枉，她一点儿也不冤枉啊！你看加州老师啊，说这个美女空姐啊偷税8万块，被判3年。加州老师说啊，一点都不冤枉。他说，加州老师说啊，这个叫李小航的前空姐，小航却不小法，飞来飞去，辛辛苦苦，一趟又一趟折腾，担惊受怕的体力活啊，才逃税8万，分明太笨了。哎，这个加州老师说的对啊，加州老师那个小手一挥，对吧？这6年就逃税500万600万，你说这个空姐确实啊，辛辛苦苦的一趟又一趟的折腾，才逃税8万。就这个啊，我们加州老师啊，完全有资格嘲笑这个空姐。他说啊，即使按照改判前逃税109万，也笨得可以。你看看，也就是说，你这个美女空姐，你就是逃109万，那也少啊，就逃这么点税，怎么能不被判刑呢？不判你，法官不好意思啊，不判你不足以正税法呀。假如你逃税逃到8个亿，试试看，谁敢让你承担刑责？哦，原来在这儿，就是加州老师认为逃得越多，越有可能逃避惩罚。哎，加州老师就这么干的。所以说，你要说加州老师这个言行不一啊，这个还真不准确。加州老师在逃税这块，那绝对是知行合一。哎，他就认为这个逃得越多，越有可能逃避惩罚。所以啊，但假如你逃8个亿，就没人抓你。加州老师啊，正在往8个亿的道路上在走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啊，事情败露了。如果再假以时日啊，再给他几年时间，他逃税数额就达到8个亿，就没人敢处罚他，就这意思啊。但是加州老师这次逃税好像是500多万，国家也没抓他，也没有给他刑责。这么一比较的话，那个空姐啊，确实挺冤，8万判3年。你这个如果按照空姐这个标准啊，司马南老师逃税500多万，那不得判无期呀？跟徐老板俩人呢一起登缝纫机到永远了。然后他也有网友翻出来啊，他22年发了一个微博来评论那个当时的这个那叫犯罪分子吴亦凡。那个吴亦凡不是以什么强奸罪还是什么罪啊，被判有期徒刑13年呢。当然他也涉及了这个跟偷税漏税有关啊。司马南老师说啊，法律面前无顶流，颜值不是挡箭牌，有期徒刑13年，服刑期满之后驱逐出境，罚款6亿元人民币。顶流吴亦凡案子昨天落定。说昨天中央政法委长安见公众号关于吴亦凡的评论，道理讲起来是跌嘎崩脆，用词严肃又接地气。第一，德不配位，明星也沦落成无路可走的流星，公众人物要经得起打量，切莫做阴阳人，外表光鲜亮丽，内里不堪入目，在聚光灯下是人见人爱的道德君子，私下里就掀开画皮，偷税漏税，聚众淫乱，干的竟是下流龌龊之事，既有流量加持，更应德艺双修，以身作则，知敬畏，守底线，才配得上万千瞩目。如若肆意妄为，不知自重，则被流量唾弃，重则被法律审判，终将声名狼藉，自食苦果。这个幽默就幽默在什么地方呢？他这个是2022年11月份写的微博啊，而根据这个国家税务局的这个通报啊，他是从2019年开始偷税漏税，一直到对吧案发，那就是2024年11月份。也就是说啊，他一边在这写微博骂这个吴亦凡是阴阳人啊，光鲜亮丽外表，内里不堪入目啊，私下里掀开画皮，偷税漏税。一边司马南老师在那儿啊搞那个假发票啊，搞那什么虚假的成本支出啊，这是国家税务局那个通报里面写的，少不了他要搞一些假东西啊，来证明他那个是个小微企业啊，享受对吧国家政策。完了之后他个人的这个税啊，肯定是想办法掩盖。就你说司马南老师居然是这种人啊，他可是一边在敲字啊，就是骂这个吴亦凡啊，表里不一，光鲜亮丽是外表，内里不堪入目，偷税漏税，然后自己在那一边玩命的偷税漏税。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加州粉能不能给他解释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加州老师还写了一个这个结语啊，开头语叫法律面前无顶流，颜值不是挡箭牌。这个给司马南老师啊应该给他改一下，叫法律面前无顶流，
气功不是挡箭牌，或者叫法律面前无顶流，或者叫法律面前无网红，法律面前无正能量，或者叫法律面前无粉红，是吧？脸皮不是挡箭牌，应该改成这个，比较符合加德老师身份。一位网友评论加德老师是这么说的，他说把这些家伙放进榨汁机里，把加德老师放到榨汁机里面，他说流出来的都是谎言，剩下的都是人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